这几天在台湾各地头拢咧办这个跨年的活动。 挂喙暗的人是有变少，所以医生就咧反映讲，这寒天是呼吸道的病毒较高活的季节，所以认为讲这年假若过了后，应该有一定看医生的人潮，患者可能比平常时加3到4成。 因为后cou的诊所元旦下晡对开诊后诊室就真侪人伫等，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大，加上跨年甲尾假聚会活动多，人较接斗阵，佮无度保持适当的距离，袂少家长带囡仔来挂号。有点流鼻涕、喉咙痛啊，我就想说家里没有那个常备药，而且最近感冒的人很多，想说带来看一下。这几天去南投，然后发现他就是昨天晚上发烧，对，然后肚子痛。 医师讲，疫情解除禁令了后，挂喙暗的人明显减少。不过最近流感加新冠疫情拢开始升悬，3月过年，民众回乡甲旅游，开上北路南，更加增加疫情传播风险。有讲每一摆年假过了后，呼吸道症状患者比平常时增加大约3、4成。 这个跨年大家群聚居多嘛，那不管是流感呐、还是那个肠病毒啦，那小孩子肠病毒，还有那个冠状新冠疫苗，这通通都会造成一个大爆发流行的。 疾管署也提醒，新冠已经开始进入第5波 Omicron 疫情，有个一个中下旬达到最高峰，一天围着人数可能来到2万人。另外，流感疫情也继续升悬，会伫过年前后会上悬。呼吁副校应注射公费疫苗资格民众赶紧去注射疫苗，来降低围着了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